大家好啊，我係沈哲翰律師，歡迎收聽咧我呢個每逢星期二咧喺星島中文電台播放嘅法律節目。咁若果你哋喜歡嘅話咧，亦都可以喺網上啊，喺呢個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咧嗰度咧就揾到沈哲翰律師嘅專頁啦。咁就可以亦都收聽翻我呢啲所有嘅節目嘅喺網上。咁今日咧準備咗一個真實嘅案例俾大家分享一下啦，就係一單咧係好睇起嚟咧係一單好簡單嘅交通事故咧，就最近喺呢一個洛杉磯嘅高等法院咧，就有一個好驚人嘅陪審員裁判喎，咁就判到呢個受害者咧就獲得3400萬蚊嘅賠償嘅，咁就同大家分享下呢一個案件嘅細節啦。嗱，咁案件咧就係喺7月18號2016年咧，就喺呢一個洛杉磯嘅長灘嗰度發生嘅。咁故事嘅主人翁咧就係一位43歲嘅日裔女人，佢咧就係叫做 Lila。咁Lila 咧同埋佢當時咧9歲嘅仔仔咧，就係正在開緊一部豐田嘅 Toyota Sienna， 係一架 van 嚟嘅。咁就話喺呢一個長灘嘅某一條街嗰度咧，就係等緊呢個紅綠燈就轉綠燈咁樣，咁就停咗喺一個十字路口嗰度喎。咁當佢哋等緊紅綠燈嘅嗰一剎那咧，後邊就有一架好長嘅18個輪嘅大卡車咧，就係由一位叫 Daniel 嘅司機開啟嘅咧。就係撞咗埋去嗰個 Toyota 嘅後邊，咁就係一單追尾嘅交通事故啦。嗱呢一部好大嘅18輪嘅大卡車咧，就係喺內地咧就係叫做半掛式嘅卡車啦，係咪？就係一輛相當之龐大又好重量級交通工具嚟嘅。咁當時咧，就係事主聲稱呢個 Daniel 嘅司機咧，就係因為太過疲倦啦 ，OK？ 因為呢架卡車咧就係用嚟咧就係批發一啲食物嘅咁樣，咁佢可能咧已經揸咗好多個小時，咁因此就冇留意到咧Lila 嗰架 Toyota minivan 咧就係停咗喺個十字路口，咁而從而咧就喺後邊咧就係懟埋嚟，咁就導致到呢個車禍嘅發生啦。嗱車禍咧睇嚟咧就係好明顯係後邊呢架大卡車嘅司機嘅錯啦。咁但係上到法庭呢個司機咧竟然咧就指出話係 Lila 咧係突然之間剎停部車喎，咁然後導致到呢個碰撞嘅。咁但係 Lila 嘅講法咧就係佢其實喺呢個十字路口已經停咗有2分鐘咁耐噶啦，咁根本咧就係唔成為呢個事實嘅。咁我一向咧都建議啲人咧就喺你部嘅汽車裏邊咧就係安裝一個行車記錄儀嘅所謂嘅 dash cam 啦。咁網上咧若果你買 dash cam 咧，佢有啲咧就係有一部機係影住前邊，有啲甚至乎咧有2部機影前邊同埋後邊都得嘅。咁呢一啲嘅 dash cam 咧，依家咧網上售賣咧都好平嘅啫，幾十蚊咧都有得買到一部噶啦。咁我絕對建議所有人咧都係裝翻一部 dash cam 啦喺自己嘅汽車嗰度。咁若果真係有一啲嘅交通意外發生咧，你係保障到你自己嘅法律權利嘅咁樣。嗱咁講翻Lila呢單案件先啦，好唔好？咁就話Lila咧，因為呢件撞擊嘅事件之後咧，佢嘅律師聲稱佢受到咧好嚴重嘅身體嘅受傷喎。咁要做咗好多次唔同嘅手術添。咁做咗啲咩手術咧？佢話主要咧就係佢嘅脊椎咧受到嚴重嘅創傷，咁就需要咧喺個頸椎嗰度做手術啦，喺個膊頭做手術啦，同埋喺嗰個腰椎嗰度咧都要做手術喎。咁而且係因為佢有長期嘅痛楚啦，咁所以醫生咧就係移植咗一部嘅脊髓電擊器咧喺佢嘅身體裏邊，咁呢個脊髓嘅電擊器咧就係可以發出一啲輕微嘅電波啦，就係令到佢嘅神經線咧就係唔會咁容易啦，
就係將一啲痛楚咧就發去佢個大腦嗰度咁樣，咁就可以控制一下呢一啲嘅長期嘅痛楚咁樣嘅。咁另外咧，佢個律師亦都聲稱啊，佢亦都撞親佢個頭部啦。咁啊，而且啊，佢有長期嘅，即係話因為呢個事件咧，就變得有抑鬱同埋心理上咧有一個創傷喺度嘅。嗱咁啊，對方咧就呢一間嘅食物批發公司咧，就亦都咧就係一路咁樣抗辯。咁啊，甚至乎咧就請咗一個嘅私家偵探啊，喺過去呢9年期間咧，就係間唔中咧就去跟蹤呢一個 Lila 喎，OK 喺佢屋企出邊咧就偷拍佢咁樣，就睇下佢日常嘅生活究竟係點樣啊。咁就佢哋嘅想法咧，就係想將呢一啲偷拍嘅片段咧，就係 show 俾啲陪審員睇啊，就話其實 Lila 咧佢冇乜咩特別受傷啫，佢誇大佢嘅傷勢啫。佢日常嘅生活都可以正常生活嘅噃，可以接送小朋友啊，做呢啲嘅家務啊，係咪？根本咧就冇影響到佢日常嘅生活。咁但係咧，阿 Lila 嘅律師表示就其實咧你可以用翻呢啲片段去睇翻啦。咁阿 Lila佢每一日都要花好多嘅時間，好多嘅精力咧，先至可以爬到出去嘅床上高。咁然後做一啲好簡單嘅家務，咁而且佢仲係好困難咧，去離開佢嘅家中去出邊去逛街根本要成2個小時去 warm up 佢嘅身體佢先至有足夠嘅能力咧，去離開佢嘅家庭出邊。咁所以原告人咧竟然咧就用翻呢一啲嘅偷拍嘅片段咧，去助長佢哋自己嗰個嘅理據喺度嘅，喺法庭嗰度。咁而且佢亦都同啲陪審員講睇下你啲被告佢哋幾咁無恥竟然去偷拍人哋嘅私隱咁樣。咁睇嚟呢一點咧，令到啲陪審員咧都係覺得呢一個被告咧就相當之反感。咁首先咧你就唔認賬啦，就賴咗係對方導致呢個追尾嘅事件。跟住然後之後咧，仲揾一啲私家偵探咧，就係每日去跟蹤住呢個女人咧，去滋擾同埋騷擾着佢咁樣。咁陪審員咧，好明顯地咧，覺得呢個被告相當之反感，因此就喺佢哋嘅裁判嗰度咧，就係表達咗呢一種嘅咁嘅反感出嚟啦。咁最後陪審員咧就係判咗俾呢個 Lila 咧730萬作為佢嘅經濟損失。咁經濟損失就即係話醫療費損失咗嘅收入咁樣啦。咁而咧就判咗俾佢1400萬咧，作為佢嘅精神受傷，OK， 即係佢嘅經濟受傷嘅2倍，差不多2倍啦，係咪？咁而且咧就因為官司打咗有好幾年啦，咁亦都有一啲裁判上嘅利息，同埋一啲法庭嘅訴訟費用咧。就總共咧就係1300萬蚊嘅，咁加埋咧，即係話呢一間嘅食物批發公司咧就要賠償3400萬美金咧，就係俾呢一個 Lila 咧作為佢嘅呢一單車禍嘅賠償嘅。咁當然啦，一般嚟講咧嘅追尾事件咧喺條街嗰度發生咧。你可能以為就係好簡單嘅事故啦，我都唔使揾律師去代表啦，或者我自己打電話去保險公司同個 adjuster 傾下都可以攞到一啲嘅合理嘅賠償。咁但係往往咧就係保險公司同埋呢啲嘅大型嘅企業咧都係唔會睬你嘅，即使咧好明顯地係佢哋做錯。就好似阿 Lila 呢單嘅案件可以表示到出嚟啦。若果阿 Lila 當初咧係冇僱用到律師去代表佢嘅話咧，咁可能對方個公司咧就只係會賠幾百蚊俾佢作為佢嘅醫藥費，咁甚至乎咧就將個責任推喺佢身上咧，連1蚊都唔賠俾佢添。咁但係經過律師嘅努力嘅同佢嘅爭取之後咧，就係證明到佢嘅傷勢。同埋就喺用一啲嘅法律上嘅策略啦，
就去打低咗呢一個嘅公司啦，咁最後幫佢獲得呢個3400萬嘅賠償嘅。咁講到呢度咧，就同大家介紹下我自己啦。我就係沈哲瀚律師事務所嘅沈哲瀚律師。咁我喺三藩市灣區呢度咧，就專門處理意外受傷、意外死亡、生前信託嘅案件。咁我已經做咗有15年咁耐㗎啦，喺呢度咁服務咗好多嘅華人嘅朋友們啦。咁好歡迎各位咧，若果你有興趣咧，係揾我諮詢嘅話咧，就可以打我嘅免費熱線，就係1800-672-1111。重複一次1800-672-4條1。咁我就有2間分行嘅，一間咧就喺三藩市嘅日落區。另外一間咧就喺屋崙東灣呢一個富興中心樓上2樓嘅，咁歡迎大家咧可以預約時間上嚟咧去見我啦。多謝大家嘅收聽，再見。